荃灣警區指揮官提提大家，聖誕假期就快到，長假期就嚟臨，好多市民都會出門旅遊或者周圍玩。荃灣警區指揮官溫馨提醒各位，享受假期嘅同時，千祈都要提高警覺，做好防盜措施，慎防爆竊案件發生。為保障家居及財產安全，請謹記以下提示：一、鎖好門窗，外出前或每晚就寢前，請檢查並確保所有門窗均已妥善鎖上。二、妥善存放貴重物品及現金。三、善用防盜裝置，如安裝防盜警鐘、監控攝錄系統等，並定期檢查其運作情況。四、加強大廈保安，請各業主、法團及管理公司加強巡邏，確保大廈出入口安全，慎防陌生人尾隨進入。如有任何可疑人士或情況，請立即致電999或與荃灣警區聯絡，電話36611708。警區會於假期期間加強巡邏，全力維護社區安全。在此，羅指揮官謹代表荃灣警區全體同仁，預祝各位市民出入平安、合家安康。